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0月1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49节到56节，申命记第5章第1节到21节，彼得前书第2章第4节到第1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阴谋。阴谋就是咧讲一个人伊的言行不一，伊的表面可能真善良，但是心内却是诡诈。也有一句话讲：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心有诡诈、心存不轨的人，才会想着要来害人。安尼的人会当被称作基督徒吗？被称作选民吗？安尼人事实上就是背逆上帝，因为上帝是圣洁的，上帝是真实的，上帝是公义的上帝。那安尼相信上帝、跟对上帝的人，就无应该成做迄个违背上帝特质的人。圣经申命记第6章第10节到25节，安尼讲：上主恁的上帝要带恁进入伫伊对恁的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咒詛要互恁的地，伫遐要有阔佮水的城，毋是恁去做的，有厝体真济真好的物，有真济，毋是恁所积聚的；有乌好势的水井，毋是恁所挖；有泡汤园、橄榄树，毋是恁所栽种的。到恁逐项富足的时，着谨慎，才毋免袂记得带恁对埃及地。对做奴才嫁出来的上主，恁单单着敬畏上主，恁的上帝，服侍伊，奉伊的名咒詛，毋通拜别的神明，就是恁四围的外族咧拜的神明，才免上主恁的上帝对恁发大生气，甲恁对地上来消灭。因为甲恁同在的上主，恁的上帝，是要要求专情服侍伊的上帝。恁毋通试探上主恁的上帝，亲像恁捌伫玛撒试探伊一样，着确实遵守上主恁上帝的诫命。甲伊命令恁的教示规例，上主看做正直，看做好的，恁着实行，恁就会事事顺利，搁入去伫占领上主咒詛要互恁的列祖水的地。恁嘛着照上主的应允，将恁所有的对德来赶出去。将来恁的子孙问恁讲：上主，咱的上帝所命令恁这的教示规例命令是甚物？恁着甲恁的子孙安尼讲：早前阮伫埃及做埃及王的奴才，上主用大开咱的手，带阮出埃及。上主伫阮的目睭前行大佮厉害的神业奇事。对付埃及人法老甲伊的全家，带阮对遐出来，互阮入去伫上主对咱的列祖咒詛要赏赐咱的地。上主吩咐咱着遵行这的所有的规例，着敬畏上主咱的上帝，互咱的一生事事顺利，得到伊保全咱的性命。亲像今仔日安尼，咱也照上主咱的上帝的吩咐，伫伊的面前遵行一切的诫命，伊就会欢喜来接纳咱。
摩西提醒看灭以色列人，军对上帝的人是袂通背逆上帝的律法甲真道。所以摩西讲，恁着甲恁的子孙安尼讲：早前，阮伫埃及做埃及王的奴才，上主用大溃烂的手带阮出埃及。上主伫阮的目睭前行大个厉害的神迹奇事，对付埃及人。法老甲伊的全家，带阮对遐出来，互阮入去伫上主对咱的列祖咒绝要赏赐咱的地。上主吩咐咱着遵行这的所有的规例，着敬畏上主咱的上帝，互咱的一生事事顺利，着得到伊保全咱的性命，亲像今仔日安尼。咱若照上主咱的上帝吩咐，伫伊的面前遵行伊一切的诫命，伊会欢喜接纳咱。无照着实际去遵行上帝诫命的人，无属伫上帝。其实这是耶稣基督所教导的，就是记载伫约翰福音15章。咱咧讲葡萄长的譬如的记载，耶稣基督安尼讲：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的爸是栽种的。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，枝就甲伊剪起来；有结果子的枝，伊就甲伊修剪，互伊结搁较济的果子。我对恁讲的话，已经互恁清气啦。恁着不时甲我会结连，我就不时甲恁结连。既无连伫葡萄树，家己袂结果子，恁若无甲我结连，嘛是安尼。这是耶稣伫约翰福音所讲的，基督徒都爱连结伫耶稣基督的内面。都爱甲上帝的公义有关，袂通成做迄种奸诈的人，心内有诡计的人。无结连伫上帝的人，就会去互剪除，因为因无归伫上帝。但是遐个上帝选民啊，亲像迄法利赛人啊、经学士啊，也是当代的即个祭司啊，心中确实有诡诈。因虽然宣告家己是上帝的选民，却是因排斥其他的人，看袂起家己义人耶稣基督，甚至因为嫉妒来阴谋杀死耶稣基督。安尼人怎样会通称做上帝的选民呢？因的行为基本上就是违背着上帝的本质啦，吼。所以因根本就无有结连伫上帝的话，伫迄个所在来背逆上帝的道路来行。约翰福音11章45节到57节的经文，也安尼甲咱讲。来探玛利亚的犹太人，有真侪人看到耶稣所做就信伊。有一寡人去找法利赛派的人，甲因报告耶稣所做的代志，因为安尼遐祭司甲法利赛人召开议会，讲这人行遮尔济神迹，咱要安怎对付？咱若放伊继续安尼行，大家拢会去信伊，罗马人会来毁坏咱的圣殿，佮毁灭咱的民族。其中有一个人叫该亚法，是迄年的大祭司。伊甲因讲：恁毋捌半项，恁袂晓国想，恁宁可互一个人替正人死，才免互全民族灭亡。安尼对恁是较好。伊安尼讲，毋是家己的意思。是伊
做迄年的大祭司，特别有言耶稣特别为着这民族来死。毋但为着这个民族，嘛要将上帝四散的子民聚集做一伙。对迄日开始，犹太教的领袖就假无要来听耶稣，因为安尼耶稣无搁再公然伫犹太人中间出入。伊离开遐去瓦郡旷野所在，到伫一个所在叫做以法莲的城，甲伊的门徒来徛踮遐住。犹太人伫搬过节特别到，节期的进前有真侪人对乡村来到耶路撒冷，特别守洁净的礼。因伫找耶稣，徛伫圣殿内，互相问讲：恁想安怎？伊一定会来过节吗？因为遐祭司甲法利赛人有发命令，若是有人知耶稣伫叨落，就来报告，互因通去掠伊。这种的阴谋方式出现伫出来及记第一章，法老王交代希伯来的三宝，见若看见出事的查甫囡仔，就甲因处死。但是咱知法利赛人却是搁较恶劣，因的目标竟然是同款的以色列人耶稣基督。因不但无有听，却因为心中的嫉妒，就来想尽办法，想要除掉耶稣基督。咱基督徒是毋是真正彼此相听？是毋是真心来听人亲像家己？或者是讲，互心中的嫉妒来压过，无愿意甲人和平的相处？伊最近哈马斯这个激进的人侵入伫犹太第9地区，杀害以色列人侪，也掠走真侪以色列的少女。哈马斯就是伊斯兰教的这个逊尼派，因自称是阿伯拉罕的后裔，就是用阴谋、用武力来杀害这个无共政治立场的以色列基督徒啊！你我是法利赛吗？是哈马斯吗？或者是咱是属基督呢？求你会记得，这是伫诗篇119篇49节到56节。圣经咧讲，求你会记得对你的仆人来应允，因为你互我有仰望，伫患难的中间，我得到安慰。对你的应允，我得到活命。骄傲的人一直侮辱讥笑我，要求我毋捌偏离你的律法。上主啊，我会记得你古早以来的规例，对这得到安慰。我因为遐会去杀你律法的歹人，就起大受气，亲像火在倒。我无论出外去叨落，拢用你的规例做诗歌。上主啊，我每时会记得你的同在，遵守你的律法。我得到福分，因为我有顺探你的律例。求主帮助阮，诚做公义的人，要话不但会当来听人亲像家己，嘛搁较会当用上帝的公义来待人。求主帮助阮，诚做你忠心的仆人，得到你的欢喜。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